無論係喺《速度與激情：東京漂移》中反派 DK 嘅座駕，定係喺各大賽車遊戲、極品飛車、地平線等，都必定有住佢嘅身影。佢就係第5代日產 Fairlady 350Z。350Z 誕生於2002年，整體外形圓潤，搭載住比 G32更高排量嘅6缸3.5升 VQ35D 引擎。但係其實喺350Z誕生之前，第5代 Fairlady 搭載住嘅係一台4缸2.4升嘅萬用引擎。日產諗住用更加經濟性嘅引擎嚟降低製作成本，唔出意外，呢一波操作被車迷吐槽 G 系列失去咗原本嘅6缸靈魂。而一向玩開大排量嘅北美市場，更係直接跳咗出嚟話：我接受唔到啦。所以之後先誕生出我哋熟知嘅350Z。呢一代引擎雖然取消咗雙渦輪，改為自然吸氣作為動力輸出，不過因為3.5升嘅大排量，再加上引擎嘅改裝潛力，令佢嘅人氣同前代一樣火爆。而到咗後期，日產更係對引擎進行咗升級，馬力從313匹提升到358匹，高人氣嘅表現亦都意味住佢喺改裝界嘅地位。350Z 擁有住好多量身訂製嘅改裝件，而日產嘅改裝團隊 Nismo 更係打造出一台外觀更換咗前後包圍、增加咗尾翼嘅 Nismo 350Z， 仲有日產喺參加 Super GT 嘅賽車基礎下，延伸出一台公路版380 IS， 佢擁有住同賽車380 ISC 一樣嘅引擎、Rainbow 制動器、Yamaha 嘅前後減震器以及鍛造嘅 Race 合金輪毂，全球限量300台，售價高達514萬日元。350Z 可以話係將成個 G 系列車型推向更加高嘅知名度，而到咗下一代又會唔會繼續延續落去呢？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呢台 G33 嘅資訊，可以到懂車帝 APP 查看。